现在来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恐惧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呢，平常在高速公路或是有一些马路上会听到，一听到大家都会很害怕。我身边这位大哥可以帮我们制造出这个声音。哇塞！我刚刚听到声，我觉得走出来应该会是个墨镜哥，就是那种皮衣、墨镜哥，结果是个女孩哎。是我们这位是台湾大鹏湾的女子环场赛冠军 Abby。那我们阿仁哥是怎么样的身份会在这种地方玩甩尾？哦，我们是 FIA 台湾的那个赛车协会指定的漂移赛车的培训中心。除了失控安驾以外，还有甩尾的赛事活动都可以来找我们。哦，所以失控安驾跟甩尾是有关系的。是的，现在台湾其实我们都满街的超跑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超跑的事故啊，就是因为超跑马力这么大，但是你又不一定会驾驭。好，阿仁哥，我今天来这边的目的呢，其实是我要收这种令人恐惧的声音。所以今天要怎么样可以帮我制造出这个声音？那我们就来体验看看这种失控的声音喽。现在在体验车神的技术，第一次做甩尾的感觉。Go！ 一个是没不及掩耳，突然间哇！哎，有声音哎，但是快爆胎了。快爆胎了，快爆胎，然后继续甩，好准啊！哦，教练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跟我在家玩马里奥赛车不一样。对，这是一定的，那感觉不一样。刚刚本来在这空地上就 OK， 还蛮刺激的，然后你就闯进去那个芒草堆里面，原来里面还有路哦，在里面就很紧张，因为是没有看不清楚那个路是什么。可能是我们模拟山道的感觉，在弯中是看不到那个出弯的地方了，对，那是比较刺激的部分。没有轨道的哦，这种更危险、更紧张。这是比较专业的甩尾漂移的一种赛车方式，这是合法的，这是合法，当然，真的是合法的。对，今年在台湾 FIA 有认证我们的漂移赛事为 FIA 的这个项目之一的。哦，是，它已经认证了。对，今年也开始有那个考照的范围。对，慢慢台湾的漂移赛事就会跟世界接轨。好，那今天就谢谢阿仁哥，还有谢谢我们助教 Abby。